你别抱怨那么多了，英雄哥哥肯定是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哎呀，腿都麻了。虫子！小少爷，别害怕，虫子不会咬人的啊。我是不害怕，那就好。可是它在你的脚底下呢。啊？哎，小少爷，你可别开这种玩笑，我最怕虫子了。腿，小少爷，怎么办啊？别把它弄死啊！你撞树你就不害怕了，一撞它就死了。撞树？哪有树啊？你后面啊。救命啊！虫子没事，你差点把我压死。你出这破主意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你们没事吧？什么没事啊？差点死了。也别说那么多了，英雄哥哥，你找的人来帮我们解决了吗？哎呀，我，老夫听姚北提过，想必二位就是红影的救命恩人。对，是我和我家小少爷救的红影。那您一定就是折剑山庄的庄主战天宇，战大侠了。正是在下。各位掌门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在下自当尽力而为。我也真诚的希望，下一任的武林盟主，就是在场的其中一位。天下能有这等好事？哼，说穿了，你是希望我们当上武林盟主，然后受你控制，从而控制整个武林，对吗？听这位掌门的口气，好像不愿意帮本公公这个忙。我们习武之人，最重要的是气节，讲究的是堂堂正正。想让我们为那些连立根之本都没有的人充当杀人工具，哼，简直是做梦！既然话已至此，那么本公公只有得罪了。水火真长，灭我者亡。说实话，今天我也不想为难在座的各位。不过，这煮酒论剑的事儿，请公公放心，我等一定鼎力相助。来，祭拜你的爹娘吧。这坟里葬的是我的爹娘。你对过去的事完全没有任何印象。我也想想起自己的过去，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啊。也许忘记过去，对你来说是件好事。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自己是谁。孩子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只是让你想起过去，反而会令你更痛苦。可是我实在不明白，马老大还有任院老师想尽办法唤醒我过去的回忆，为什么您……你别多问了，你只要记住，你是我战天云最引以为傲的徒弟。我真的是您的徒弟吗？可是公公，折剑山庄的庄主战天云武功高强，他从未有过败绩。这煮酒论剑，他已经连续赢了好几届了。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想胜过他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你说的对，战天云是个武功高强的强者，可你别忘了，再强他也是个人，只要是人，就一定会有弱点。在下愚钝，请公公明示。你按我吩咐的办就行了，到时候你会明白的。师傅，这是各门各派掌门投来拜帖，他们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参加这次煮酒论剑的比武大会。回了他们。
告知所有掌门人，老夫已经决定取消今年的煮酒论剑，而且折剑山庄以后再也不举办比武大会了。煮酒论剑这个词将永远在武林中消失。可是，之前我用您的名义广发了英雄帖，召集天下各路豪杰齐聚折剑山庄，以武会友。什么？所以，如果师傅您取消煮酒论剑大会的话，肯定会招来武林同道的不满，而且折剑山庄也会背上一个出尔反尔的骂名。大胆！竟敢趁老夫云游之际，冒名广发英雄帖！徒儿知错，徒儿不该未经师傅允许，擅自做主。可师傅，您天下第一剑的美名得之不易，而且凭空将武林盟主的宝座拱手让人，我不甘心。师傅，有人硬闯折剑山庄，还抢走了我和武师弟的剑呢！什么？哼！不懂得用剑，就别拿它来做装饰，很危险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撒野也不找个地方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！小北，老夫战天云，不知道阁下来我折剑山庄有何指教？找人比武，比武，恐怕要让阁下扫兴而回了。你也看得到，此地已经时过境迁，连山庄的名字都改为折剑山庄，而老夫也不轻易跟人家论剑。战大侠一代英豪，无名也非常钦佩，怎么敢跟您论剑？我要找的是叶红影。红影。久闻战大侠光明磊落，我想您一定不会撒谎。此刻叶红影应该就在折剑山庄，您不会否认吧？没错，红影确实就在我折剑山庄。那就请战大侠成全，让我与叶红影见上一面。只是老夫不明白，阁下为什么非要找红影比武？与叶红影一分高下，是无名此生的愿望。恐怕要让阁下失望了。失望？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的叶红影，已经不是从前的叶红影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我说你每次怎么都输啊？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豆腐啊？你太难得了。我也想赢啊，可每次都输。哎呀，不说那么多了，人才，愿赌服输。英雄哥哥，这次还是你当鬼。给他往贴似的。哦。你们藏好了没有？我们躲好了，你来抓我们呀！他就是叶红影。是。你也看得见，如今的红影已丧失了记忆，他的言行举止就好像是个6、7岁的小孩。不可能啊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事实摆在眼前，难道阁下还不相信老夫所言？方才老夫看见阁下右手虎口长了后茧，想必是一位用剑的高手。如今红影已丧失了武功，你就算与他比武胜出，恐怕也是胜之不武吧。战庄主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趁人之危的。阁下果然不失侠义本色。战庄主不必这么说。久闻战庄主不仅武功盖世，而且医术也独步天下。相信你一定能医好叶红影的伤，使他早日恢复记忆。天下事无绝对，老夫尽力而为了。战庄主不必这么谦虚。比武之事，今日就暂且作罢。待到他日，等叶红影恢复了记忆，我还是一定要与他分出高下。告辞。上不请教阁下尊号。小人物长空无名。长空无名。真希望颖儿能永远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。可是已经有人盯上折剑山庄了，难道一场浩劫真的无法避免？看样子
还真得认真应对这件事了。师傅，您真的同意如期举行煮酒论剑了？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当年我年少轻狂，为了一点虚名，找江湖人争来争去。现在看明白了，想跳出这个泥潭是不可能的了。既然躲不掉，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那师傅，是不是还在怪徒儿冒师傅之名广发英雄帖的事？事已至此，再怪罪于你，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错已铸成，也只能寻求善后之道。如果师傅还是认为是徒儿的错，徒儿甘愿受罚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。我待你们师兄弟情同父子，试问天下之间，有哪个做父亲的会不原谅自己的孩子所犯下的过错？多谢师傅。传话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个人都要勤加练剑。是，徒儿这就去。为了婴儿，我不得不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。各位师弟，5年1度的煮酒论剑就快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用心，勤加练剑。是。你们去那边练，你们几个在这边练。翻身。五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。起来。孟宽，师傅。孟宽，你根基差，出道晚，应该更勤奋的练习才是。这样下去，你怎么跟得上你的师兄们？战庄主，大侠哥，战庄主，你在教大家练剑啊？你也教教英雄哥哥吧。不，你们2位带红影离开，藏剑炉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为什么呀？对啊，你不是也说他是你大徒弟吗？你光教他们，为什么不教他啊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赶紧带他离开，不要妨碍其他人练习。可是，哎呀，好了，老师，我们不要勉强别人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算了，不教算了，你不教我教，他们拿假剑，咱们找一真剑，抓个西瓜让他砍着玩。走。师傅，弟子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肯再教大师兄剑术呢？煮酒论剑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师兄一定可以帮上忙的。不，我不会再教他一招半式了。当年我把毕生绝学都传授给了他，这是我一辈子犯的最大错误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第2次。英雄哥哥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这些树帮忙啊！你看它们都枯了，不剪不行啊！哎呀，别剪了，你是个大侠，大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？我爷爷说过，一个人啊要多读书，多读书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我现在什么都不会，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？那怎么行啊？你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我姐姐就会看不起你，不喜欢你。你姐姐啊？我认识你姐姐啊？你当然认识了，我姐姐啊就是冬晴姑娘啊。冬晴姑娘。哎呀，别剪了，英雄哥哥，今天啊我教你唐诗宋词，走吧。我背一首呢，你就跟着背一首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你专心一点儿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
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寒蝉破茧。你刚才耍的那套剑招好厉害啊！厉害吗？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没有啊，我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怎么可能呢？哎，你再耍一遍刚刚那套剑招给我看看。耍？忘记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一定是听我吟诗才会想起那个剑招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把整本的唐诗宋词都给你找过来，你等着。哎！老师的姐姐冬晴姑娘到底是谁呀？哎，鸟人，真闲着你啊！哎，正好你闲着没事儿，我洗澡帮我搓泥去。哎，老大啊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问谁啊？冬晴姑娘，老师她姐姐啊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认识他。认识，当然认识。那你告诉我他是谁啊？他，哎，干什么啊？吓我一跳！我魏公文的媳妇儿，你嫂子。我的媳妇，我的啊，你的啊，不许跟别人说啊，你不许问别人，没公开啊，不说，连他也不许问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不是那个，别问那么多了，不许对他有想法，一闪念都不许啊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好，全是你的。爹，您偏心，您真偏心。上次想把你大师兄送进官府的事，我还没有怪你，现在你又乱发脾气。我没有乱发脾气，我说您偏心，您就是偏心。住口！我对你和其他师兄弟一视同仁，虽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对其他师兄弟也是视如骨肉，这是偏心吗？那为什么师兄们能去送回帖，我不能去？你任性冲动，让你出去，只会给爹带回一大堆的麻烦。我是个麻烦，那大师兄呢？我看他才是个大麻烦。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山庄会毁在他的手里，我恨不得一剑杀了他。我不准你这样说。我要你记住，红影不是外人，他是你的大师兄。一个坏人比你的亲生女儿还重要吗？不用说了，这个事我心里有数。好，我不说，反正不管我说什么，您都听不进去。自从叶红影回来，您和二师兄都是这样对我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我，我恨死叶红影了。当年我一念之差，差点毁了红影的一生。我绝不能让红影再走上那条一错再错、无法回头的不归路。岳掌门，这是家师的回帖，煮酒论剑大会上，还请岳掌门多多赐教啊！少侠太客气了，战大侠武功盖世，名满江湖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到时候还要请战大侠多多指点才是。好，待我回去之后，一定转告家师。告辞。少侠且慢。岳掌门还有事。来，少侠，再干一杯。来，干！来。好酒啊！我再给你买上。少侠，我们姐俩帮你伺候的可舒服。好，我喜欢。少侠，我先行告退，我还有事。啊，你忙。来，吃菜呀。参见厉公公。
有什么事让下人捎个话，我过去就行了，怎么还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？今天我来，就是想看一看，我交代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？公公，您听。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是人，他一定就会有弱点。家贼难防啊！战天云他就是再强，也必败矣。这干嘛？教你练剑呀！你忘了上次你一听我吟诗，就立刻想起那个剑招，所以我想再试试，看能不能帮你恢复记忆。我没忘，是你忘了吧？上回我们看大伙练剑，师傅不想教我剑术，还不准我看大伙练剑。准不准是他的事，练不练是我们的事。再说了，我们待在这儿又不去藏剑炉，你师傅不会知道的。再告诉你一点，做人不能死脑筋，记住了吗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在这儿？你看见其他师弟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大侠，你说的什么师弟我没看到。大师兄，别叫我大侠，叫我名字，姚北，叫我江姚北。那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你是他大师兄，你喊他名字是应该的。姚北哥哥，那以后你也别叫我小少爷了，别叫我的名字过人怨，人怨好吗？人怨说的有道理，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客气了。对了，大师兄，我刚替师傅办完事回来，正好你也没事，指点一下我的剑术吧。让我指点你？是啊，大师兄，煮酒论剑没有几天就要开始了。哪个门派获得最后的胜出，他们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大师兄，你要多指点指点我，我希望能够帮助师傅保住这天下第一的名号。你这畜生，给我起来！院长们，你这是？你还敢问我？我好生款待你，没想到你却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竟然玷污了我的爱妾。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！什么？老爷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嗨，我没有啊！你不能诬赖我呀！你院长们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哎呀！哎呀！你误会了，其实我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指点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不知道我知道啊，我会帮你的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姚北哥哥，记住了，你可千万别手下留情，这样才可能帮着他想起以前所有的事情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师兄，别推辞了，请赐教。秦时明月盖世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带手龙是飞将在，不胜化作一身。哭得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骤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英雄哥哥，大师兄，你让开！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红影，以前的你不但懂得武功，而且剑术独步江湖，无人能敌。就算与我交手，我也没有把握50招之内胜你。师傅，煮酒论剑眼看就要举行了，如果大师兄恢复了记忆，一定会帮上您的。我说过，不准让红领再练剑，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我们折剑山庄煮酒论剑。红影不能在场。师傅，您不让大师兄恢复记忆，这对他太不公平了。难道你想违背师意？徒儿不敢。跟我回去看看其他师兄弟们回来了没有，我有话要问他们。是，师傅。英雄哥哥，我真的很怀疑，你到底是不是你师父的徒弟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是，可能就是吧。否则他为什么把我们留在折剑山庄呢？
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。既然你是你师傅的徒弟，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教你剑术啊？还有，他刚才说他不愿意让你恢复记忆。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原因吧？跪下！我早就听说，折剑山庄，战天云战庄主，义盖云天，高风亮节。可没想到啊，他教出来的徒弟，竟然是一个强占民女、行为龌龊的衣冠禽兽。骑兵唱功，我把这个畜生当作朋友，可是他竟然侮辱我的爱妾，这都是证据确凿、千真万确的事情啊！而且我还有这么多的人证，都可以为我作证啊！对，我看见了，就是大胆孟宽，竟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！难道你视我大明律法于无物吗？你可知道，奸淫妇女应当受何种刑罚？哼，我早听说了你们东厂折磨人的种种酷刑，但我孟宽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有什么把戏尽管对我使出来。既然你们存心陷害，我无话可说。恨之恨，我有眼无珠，信错了人。好，有种！想死吗？孟少侠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哼，在你行刑前，我一定会把你拉到大街之上，游街示众，让江湖上的人都看清楚，他战天云教出来的徒弟，全都是一些寡廉鲜耻之徒。什么？抓我游街？怎么，死你都不怕，还怕游街？煮酒论剑是武林同道以武会友的江湖聚会。东厂是吃官饭的，两方面都没有关系，他们为什么要插手呢？师傅，徒儿大胆猜测，东厂这次一定是想借武林人士之手，夺取武林盟主宝座的位置，借以控制整个武林，以扩大他们的势力。不，我倒认为，东厂想插手煮酒论剑，绝对没这么简单。爹，他们的目的是冲着大师兄而来，您千万别再执迷不悟，不要留着大师兄这个祸害了。住口！这件事我心里有数，你们都下去。可是爹，下去，等孟宽回来了，叫他立刻来见我。是，师傅。但愿灵儿说的不会是真的，否则折剑山庄定要面临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。不用说了，我宁愿一死，也不会让你们辱没了我的师门。死可以解决一切吗？我会把你的尸体挂在人多的地方，当街示众。到时候，你师父照样会颜面丧尽，再也没脸在江湖上立足了。我和你的师父曾在朝中共事，说实话，我是十分钦佩他的为人。我真不愿意看到折剑山庄和你师父几十年的盛名毁于一旦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。只要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保证，不但替你洗掉罪名，还可保全你师父的威名，还有折剑山庄在江湖上的美誉。你想怎么样？非常简单，只要你在煮酒论剑的当天，想办法让你师父服下这包药。你想让我毒害我师父？先别忙着拒绝，凡事都要想清楚。
问这孩子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大丈夫，无所不能对人言，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？战庄主，我们没偷偷摸摸的，是英雄哥哥想问你点事儿。师傅，我从小就教你，做人要无藏无私，有什么话别吞吞吐吐的。仁愿老师要我问您，我是不是真的是您弟子啊？你问这话有何用意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师傅，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呀？对呀，战庄主，您可千万别发脾气，错怪了英雄哥哥。你当然是我的弟子，而且还是我战天云门下的大弟子，更是我一手抚养成人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替英雄哥哥问您一句吧。在您那么多徒弟当中，英雄哥哥是不是您最讨厌、最不懂事的徒弟啊？刚好相反，在众多弟子之中，他是我最疼爱、最器重的徒儿。实际上，我已经把他当成亲儿子看待。那就更让我想不通了。你看你这小脑袋，里面到底想些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想不通的？既然这样，英雄哥哥是您最器重、最疼爱的徒弟，那您为什么不让他练武功啊？还有，我觉得您好像不太想让他恢复记忆。我不想让他恢复记忆，并不是因为我不疼爱他，刚好相反，我是不想害他。害我？师傅，这我就不懂了。虽然你我是师徒相称，您又说了您把我当成亲生儿子看待，师傅怎么可能会害我呢？那是因为师傅，师傅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现在才回来？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先吃饭吧，然后再来找我。是。喂，居然劝我放弃煮酒论剑。师傅，我从聚贤堂岳掌门那里已经打听到了，东厂确实打算插手这次的煮酒论剑大会。我是担心，这会对我们折剑山庄有所不利啊。为了担心这些，就放弃煮酒论剑大会，这个事情传出去，岂不成了江湖同道的笑柄吗？师傅，我听说朝廷这次派出的是东厂的指挥使厉飞鸾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阴险狡诈呀。是他？师傅，我真的担心。不用担心，为师自有办法对付。你先回去吧。是，师傅。照这么说，东厂鹰犬肯定是冲着红影而来。厉飞鸾，此人心狠手辣，城府极深。他真要对付我折剑山庄，该会从何处下手呢？风筝飞得好高啊！老师，如果我们把这风筝做大一点，我们两个就可以坐在上面到处去玩了。我也想飞到天上去，到处看看。还记得有一次，我拔光了鸡的毛，想做对假翅膀飞到天上去，结果还把爷爷给惹生气了。你想爷爷就应该回去看他呀。我也想看爷爷，可是我再也看不到他老人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爷爷被坏蛋害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风筝线断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想办法帮你捡回来。可是风筝被挂在枯树上，悬崖那么高，咱们怎么上去啊？我去悬崖顶上面看看啊。英雄哥哥，还是找马上飞吧。马上飞，马上飞，别躲着了，我有急事找你。马上飞，战姐姐，看到马上飞了吗？马上飞是谁啊？就是跟我在一块那个胖胖的那个人。是他呀？你找他有事吗？
刚才我和英雄哥哥放风筝，结果风筝线断了，风筝挂在悬崖的枯树上。英雄哥哥想把它捡回来，我想找马上飞帮忙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腿长在他身上，他愿意去哪儿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那好吧，我自己找。那个小孩刚才说，大师兄一个人在悬崖顶上想捡风筝。大师兄在悬崖边捡风筝，他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武功，万一摔下去，我得救他。大师兄，哎，小心呀！哎，战姑娘，英雄哥哥，危险！人叶老师，老大。哎呦我的天！你以后出去时跟我们说一声好吗？害得我们俩满处找你，这多危险呀！战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你告诉我大师兄在这儿的吗？我是来帮他捡风筝的。耶，你还帮他捡风筝？你有那好心吗？你不整天想着办法要把他赶走吗？哎，你不会要把他推下去吧？你别胡说啊！我跟大师兄情同手足，他就像我亲哥哥一样，我怎么可能害他呢？对呀，老大，你别乱说，战姑娘没那么坏，她是想帮我，她怎么会害我呢？这可说不好。我呀看过一本书，叫《警世通言》，其中有个故事，好像叫《庄子修古盆城大道》，是这么说的：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遇山坟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少在我面前咬文嚼字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们。算人比翻书都快。他和我们非亲非故，用不着理他。英雄哥哥，我们还是赶紧捡我们的风筝吧。可是那风筝卡在那半悬崖上了，怎么下去啊？你有办法吗？办法我倒是没有，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一定能。哎呀，乔少爷，别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我那人是谁？这个人啊，你不但认识，而且还跟他熟得不得了呢。什么？这折剑山庄里除了你和他，我别人也不熟啊。不是别人，就是你自己呀。我？你不会让我飞下去捡风筝吧？你让我飞下去也行。你知道我不是想飞就能飞起来的。我知道，你啊，一定要遇上危险紧张的时候才能飞得起来。又想什么坏招了是吧？这次是蛇呀，还是扎屁股呀？说，我不怕。放心吧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做出那种卑鄙、肮脏、无耻、龌龊的事情来的。小少爷，别太谦虚，除了那样的事，你也不会干别的。这什么都没有，可劲儿想这啊！这可是个秘密哦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。那你过来。干什么保密呀？哎呀，来，干什么？看见那风筝没有？哦，看见了。啊，就在这山崖下边，这位置真是难打呀！月月老师，你怎么把他踹下去了？你放心吧，英雄哥哥，咱们呢这就回家喝口茶等着。啊！我敢保证，马胜飞一定会把风筝完好无缺的给咱们找回来。回去喝茶，这摔下去肯定要变成肉饼了。爹，二师兄已经把煮酒论剑的场地布置好了，要不要我陪您去看看？是啊，师傅，您去看看，万一有什么不妥的，您好提意见。不用看了，有你办事，为师的放心。徒儿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。爹，您就放心吧。为了这5年1次的煮酒论剑，二师兄他每天都特别勤奋地练习剑术，而且为了布置场地，他都是亲力亲为，从头跟到尾。二师兄他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现在最担心的，就是东厂的人会插手。如果他们真的插手，那煮酒论剑就会变成一场恶战。姚北，弟子在。你明天早上带领师弟们先行应战，到最后关头，老夫让后御。如果我没猜错，
东厂控制的那些走狗，他们会轮番上阵，用车轮战术。到了最后关头，那些高手才会出手。尤其是那个长空无名，老夫更不得掉以轻心。弟子明白了。姚北，为师最近发觉你懂事多了。前一阵子，为师云游四海，你把山庄打理得有条有理。这次煮酒论剑，你又让为师省心不少。呵呵，看来由你掌管山庄是指日可待了。多谢师傅夸奖，徒儿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。好，明日你我师徒还要联袂上阵应战，早点休息吧。师傅慢走。二师兄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爹说他要把庄主的位子传给你了。灵儿，不许胡说。谁胡说了？你没听见刚才爹还夸你呢。可是，要坐上庄主这个位子，一定要大家都认同才可以。那就更不用担心了。论武功，论才学，哪位师兄弟能比得过你啊？而且这么多年了，师兄弟们对你佩服的都是服服帖帖的。这话你说过头了。大师兄无论是武功才学，都在我之上，我自叹不如。况且，在所有师弟的心目当中，他才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。就算他武功才学再高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英雄，那也是以前的事了。现在的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他凭什么跟你比啊？灵儿，不许这么说大师兄。好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。反正我刚才听爹说了，这庄主的位子一定是你的。兄弟，天冷，来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啊！长空无名，我家主子想见你。哼！既然知道我叫长空无名，就该知道，不是谁想见我就能见得着的。你太狂妄了！合作，不必了。可是，在下可是奉了9000岁之命，大侠轻易就被推脱了，恐怕不太好吧？9000岁，权倾当朝的9000岁魏忠贤魏大人，
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在下受9000岁之托，希望长空大侠明天能够在折剑山庄的煮酒论剑大会上，一举击败战天云。哼哼，公公真是煞费苦心呐。那就请你代劳向9000岁转达我的意思。长空无名，恕难从命。什么？你居然敢违抗9000岁的圣意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除了这个人，其他的人，我绝不轻易出手。长空无名，把话说清楚，你说的这个人是谁？真机营第1杀手叶恒影。大侠哥，那我就直言了，我吧，轻功盖世，但是武功不大了得。我可以做到像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地飞翔。那跟你求我救你有什么关系？别急，大侠哥。就是我现在这个飞啊，不能像你们那样想飞就飞，我必须得逼到实在没辙了，就是特着急的时候才能飞起来。每次我家小少爷逼我起飞的时候，都下狠招，要不然就拿火钳子捅我屁股，要不然就放蛇咬我。这次更狠，直接把我踹到山下，我这才飞起来。大侠哥，哎呀，行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，别哭了。啊，我没哭啊，我鼻子难受。大侠哥，帮帮我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想让我传授轻功给你，让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，是吧？天哪，大侠就是大侠，不但身手快，脑子反应也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功夫方面，老夫还可以指点你一下。哎呀，终于找到师傅了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不可以啊，万万不可以叫我师傅。啊？不让我叫师傅啊？那就是不收呗。你不收我，一起被那个小畜生折磨死，那我还不如大侠哥借你剑一用。我不让你叫我师傅，不代表我不帮你。那也就是说，还有活着的希望。在武功学问方面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有一件事你也要答应我。不是我答应，是您吩咐。好，明日你要紧紧盯着红影，不要让他在我们的比武大会上露脸。明日之后，我就一定帮你。哎，你转来转去的，到底去哪儿啊你？啊？老大，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几次了，我就是想来厨房煮碗粥，你为什么老盯着我呢？盯着你？你有眼盯着你？是你师傅非让我盯着你，看着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啊，给，算了，让我吃吧。那好吧，那待会儿我把粥煮好了，端给师傅的时候，我再问他为什么让你盯着我。好。天才刚亮，你们来厨房干什么？战姑娘，你不是也来了吗？我是这样的，这几天我听山庄里的人说什么煮酒论剑的，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这个煮酒论剑好像对我们很重要。然后我又听说天一亮师傅就要去比武了，所以我想煮碗粥给他端过去，让他吃得饱饱的、香香的，打赢每一个人。什么？你要给我爹煮粥？是啊，师傅肯收留我，给他煮碗粥，难道不对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每天早上都是我给我爹煮粥，他只相信我，别人煮的粥他不会喝的。师傅说我跟他情同父子，难道连我也不信呢？就算他相信你，我也不会相信你的。谁知道你会不会在我爹的粥里面下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跟我手下说话呢？你看看他的样子，像下毒的人吗？他像被毒过的。是啊，战姑娘，你就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，让我给师傅煮碗粥吧。我不想在这边白吃白住，做一个没用的人，求你了。好吧，这次我就成全你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我爹喝的粥讲究可多了，
要1碗米4碗水。4碗米1碗水。1碗米4碗水。1碗米4碗水。煮出来的粥不能太稠，也不能太稀，记清楚了吗？不能太稠，也不能太稀，不稠不稀，记清了。哎，4碗米还是4碗水啊？哎呦，干什么啊？老大，你干嘛盯着我？我在忙呢。不盯着你，我也没什么事儿干呀。哎，什么？哎，4碗米啊？我踢你。那就3碗。我还踢你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我到底该不该下手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师傅的威名和折剑山中的清誉就会被毁于一旦。我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肚子疼啊？刚才吃那橘子吃的。橘子？哎，幸亏我没吃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不行，快先放着放着，给我去的，给我去。我煮粥呢，老大。哎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快勺呢？赶紧！哎呀，赶紧！我还在煮粥呢。错过了这一次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师傅，大侠哥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死盯，上茅房都没咬了他，陪着。红影，这么早来找我有事吗？我不敢打扰师傅，但是我知道你一会儿要跟他们比武，所以煮了碗粥，希望师傅吃得饱饱的，有精神应战。来，请。红影，师傅煮了1碗粥，来，趁热喝吧。我要师傅喂我。好，师傅喂你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害怕，但是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。能不能再见到黄昏的日落，就看今天这一战。大侠哥，怎么了？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颖儿说几句话。我得帮你盯着他呀。不用了，你在外面候着吧。啊，行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惹您生气了？哼，不，你没有惹我生气，只是这碗粥让我回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碗粥让师傅想起了什么呀？父子情，你我之间永远无法割舍的父子之情。颖儿，今天这碗粥，对为师来说，它的意义何其重要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你我师徒10年没见面，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你颖儿回到了我身边。你长大了，你长大了，在师父的眼里，不管什么山珍海味，绝对比不上这碗粥。你亲自给师父煮的这碗粥。启禀师父，各位掌门应该陆续都到了，有请师父到藏剑炉迎接各位掌门。别急，
我要先喝完这碗粥，你先退下。哎，你没事装什么勤快呀你？害得我跟你一块在这刷碗。我没要你陪我呀，老大。你有愿意陪你啊？我这看着你，盯着你，你师傅交代的，累死我了。我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师傅他们忙着煮酒论剑，我能分担一点，觉得还挺开心的。你呀，啥以前是耍剑的，啥以后呢是犯贱。你别说啊，你在剑字辈里排名挺靠前的。啊，那只鸡，啊，这鸡怎么死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喝这粥死的？不可能，这粥我亲手煮的。粥里会不会有毒啊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你煮的凭什么就没有毒啊？那，哎，你不会说除了这只鸡，还有别人喝过这粥吧？有。谁啊？师傅。兄弟，哎呦！门下子弟听着。是师傅。大家都知道，今日的煮酒论剑不知道为何被官府盯上了，所以今日之战很有可能是拼命之战。为师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是。那现在，大家都随我到藏剑炉去会客。弟子谨遵师傅教诲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师傅怎么了？师傅怎么了？好，师傅，快扶我坐下。师傅，来。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我中毒了，而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。下毒的人是一个用毒的高手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是谁想毒害师傅啊？就是，师傅，既然这样，就让我带着师弟们应战。这样，快扶师傅回房休息，设法为师傅运功疗毒。慢着，爹，您就别硬撑了。今日的煮酒论剑，还是二师兄替您应付吧。是啊，师傅，你放心吧。徒儿就是拼了性命，也要替师傅保住天下第一剑和武林盟主的美名。不，传我的话下去，今日煮酒论剑，立刻取消。什么？师傅，您这么做，就不怕失信于天下各宗各派？您就甘心将天下第一剑和武林盟主的美名拱手让人吗？对方是有备而来，我们逞强应战，非但保不住天下第一剑和武林盟主的虚名，反而会给折剑山庄带来无法挽救的浩劫。可是师傅，照我的话去做。